李文秀是哪位？你在夏牧场都经历了什么？妈，床塌了！哎呦，不是天塌了，那影响我睡觉吗？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？是啊。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，不光东西能卖掉，我还有钱没处使。妈，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，过得跟流浪汉一样。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，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。我也不是不知道你，原来你是个大风暴。张凤霞，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？好你妈，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，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。잘 빨린데 이 나랑다 맛있나 해로스. Rahmet，这你都听得懂？我们村子叫赛洪布拉。我知道，彩虹布拉克嘛。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，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，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。카라스 오늘 다들 모이지 팀. 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，他就听话了。미미. Altayımda namol, hasiyetli anamol. Altayımda namol, hasiyetli kınana. 很开心哦你。那你可以谈恋爱，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？ Altın altay, suyun balday, yerin kırpmaysa.